香港的狗仔聚文化向來以無孔不入着稱，他們能在凌晨3點的便利店捕捉到明星買關東煮的模糊側影，也能在10級颱風天的半山別墅外架起長焦鏡頭。但即便這些身經百戰的漁記，在2026年8月14日這個悶熱的午後，也未曾預料到佢同時撞上兩條足以攪動整個華語娛樂圈的平衡敘事。謝霆鋒被拍到連續第7日嘔車前往張柏芝位於淺水灣的寓所，每次停留均超過4小時。保姆車後備箱裡碼放着標有人同營養定製字樣的保溫箱，而他本人每次下車時手裡總拎着那家早已倒閉的風味曲奇厚黑板紙袋，那是他們大兒子 Lucas 幼時最愛的零食。與此同時，遠在千里之外的四川峨眉山金頂，有遊客用手機捕捉到王菲獨自穿梭於繚繞香火間的背影。她穿着褪色的灰藍色棉麻長衫，未絲粉袋，在求簽署正立良久，搖出的那支竹籤被解簽爭裡沉吟片刻後寫下鏡花水月4字。這兩組畫面被八卦媒體拼置在頭條版面時，幾乎所有的標題都指向同一個沸騰的猜想：謝霆鋒的頻繁現身是否意味着風之復合在即？而王菲的孤身求簽如那支充滿虛無意味的簽文，是否正是他情感退場的某種預兆？輿論場瞬間炸開，社交媒體上的詞條後綴從爆字升級為廢字，各路情感博主開始逐正分析謝霆鋒下車時先邁左腳船是右腳，心理學家則衝王菲握簽的手指關節弧度推到他的內心波動。一場關於舊愛、新歡、責任與宿命的全民解謎遊戲，在8月燥熱的空氣裡轟然開場。當我們將鏡頭拉近，首先需要審視的是謝霆鋒這次反常的7日守候究竟意味着什麼？在過去的10年裡，謝霆鋒與張柏芝的關係被媒體塑造成一部標準的情感教科書。從2006年菲律賓小島上的閃電求婚，到2008年照片風波時的十指緊扣，再到2012年那場轟動全城的離婚聲明，每一個節點都像是被精心剪輯的預告片，唯獨缺少正片的完整敘事。離婚後的張柏芝帶着2個兒子移居新加坡，謝霆鋒則與王菲眾續前緣，兩人在各自的情感軌道上擁持着某種微妙的平衡，公眾也逐漸接受了這種各自安好的設定。然而2026年7月底，張柏芝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段兒子 Quintus 彈鋼琴的視頻，配文爸爸教的旋律。細心的網友發現琴譜架上擱着一盒眼熟的曲奇包裝，緊接着便有媒體拍到大兒子 Lucas 獨自前往便利店購買感冒藥，於是這家長子疑似生病的消息不脛而走。謝霆鋒的首次現身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他於8月8日上午9點40分抵達淺水灣道，戴黑色棒球帽與醫用口罩，面對記者的追問只抬手示意，腳步卻比往常急速。接下來的6天，他的探訪形成了一種規律性節奏，每天下午2點左右抵達，傍晚6點半前後離開，期間保姆車佢中途駛出一次，帶回新鮮水果與易熬的燙品。據搬運工人透露，訂單備註欄刻言寫着少鹽，不放味精。Lucas 喉嚨敏感，這些細節在八卦媒體的渲染下迅速累積成好爸爸回歸的敘事模板。情感專欄作家們開始撰寫長文討論父愛在離婚後的自來覺醒，更有激進的聲音指出這或許正是風之關係緩和的破冰信號。然而當我們剝離這些煽情的修辭，回歸到最基本的事實層面，佢發現謝霆鋒的行為邏輯其實有着更為樸素的解釋。作為一個父親，在兒子生病時給予照料是再尋常不過的倫理義務。況且張柏芝本人彼時正在內地參與一檔舞蹈競技節目的錄製，分身乏術。謝霆鋒的守候更可能是臨時監護責任的承擔，而非舊情復燃的浪漫劇本。可惜在流量至上的媒體生態裡，溫情的父職履行遠不如復合二字來得具有經濟價值。於是每一次燙品的遞送都被解讀為試探，每一次眼神的交匯都被想象成電光石火，甚至連謝霆鋒離開時順手帶走的一袋垃圾，都能被分析出他仍未忘掉在家中扔垃圾的肌肉記憶。這般荒誕的列論。與此同時，王菲在峨眉山的求簽畫面被賦予了遠超其本身意義的象徵重量。作為華語樂壇最具辨識度的喪音持有者，
王菲的情感軌跡同樣長期暴露在公眾的窺視欲之下，從竇唯到李亞鵬再到謝霆鋒，她的每一次選擇都伴隨着輿論的劇烈震盪。但王菲本人從未對這些外界喧囂作出過任何正面回應。這次峨眉山之行同樣顯得偶然又必然。據同行的鄉客描述，王菲當日清晨7點便已出現在沙門處，身邊更有一位女性助理陪同，沒有包場清路，沒有保鏢環繞，就像任何一個普通的中年女性遊客那樣。她在每一尊佛像前駐足合十，偶爾抬頭凝視飛檐叫角上凝結的露水。求簽的過程被一位距離5米開外的遊客用手機長焦記錄，畫面裏王菲搖動簽筒的動作極輕極緩，竹簽落地時發出清脆的啪嗒聲。她彎腰拾起，眉頭微蹙，隨後走向解簽處與僧侶交談了大約7分鐘。那位僧侶被事後證實為峨眉山報國寺的慧明法師，年逾7旬，平日幾乎不與遊客直接交流，但那天卻破例為王菲寫下鏡花水月4字，拼附了一句看花是花，看水是水的偈語。這段視頻流出後，網絡上的解簽熱潮迅速演變成一場集體性的文本狂歡。有人援引佛經解釋鏡花水月乃諸法無自性的象徵，暗指王菲看透了情感的虛妄本質，即將斬斷塵緣。也有人充字面強行拆解，鏡通正指謝霆鋒，花通話指像柏芝的別名，水月則指向水中月般的虛幻浮合。列論直指風之即將破鏡重圓，而王菲只能黯然退場。更有玄學愛好者翻出王菲過往的採訪片段，將她在1999年所說的愛情是偶然的煙花與這次的簽文拼字，推導出一套長達上萬字的宿命輪迴論。這些解構幾乎無一例外地忽略了最樸素的現實。王菲自2014年與謝霆鋒復合以來，兩人從未公開談論過婚姻計劃，他們各自保持着獨立的財務、社交與生活空間，甚至被拍到共同出入時也常常一前一後相隔數米。這種戀人未末式的相處模式早已是圈內公開的秘密。換言之，王菲的情感選擇始終建立在對自我需求的清晰認知之上，她不需要通過一支紙妙簽文來驗證或推翻任何關係，更不配因為某位前男友的慾人行程而動搖自己的生活根基。然而大眾對於名人情感的想象往往傾向於給簡的戲劇模型，要麼是破鏡重圓的童話，要麼是黯然神傷的悲劇，中間那些灰色地帶裏真實的複雜性，反而在傳播過程中被無情地削減了。真正值得玩味的是，這場圍繞鏡花水月展開的輿論風暴，暴露出當代社交媒體環境下集體心理的某種典型症候。當一張模糊的求簽照片與一段偷拍的探病視頻被拼置在信息流中，數以萬計的網友在評論區展開了近乎學術辯論般激烈的探討。有人逐正分析王菲離開解簽處時嘴角微揚的弧度，認為那是釋然的微笑；有人則自取謝霆鋒在張柏芝公寓樓下抬頭張望的側臉，斷言那是眷戀的眼神。這些解構本質上是一種羅夏墨跡測驗，觀眾將自己的情感經驗、價值取向甚至潛意識的渴望投射到那些像素模糊的畫面之上，最終看到的不過是納心鏡像的倒影。單身女性群體傾向於將王菲的求簽解構為獨立女性的超退姿態，已婚媽媽群體則更容易為謝霆鋒的父愛回歸而感動落淚，而年輕的情侶們幾乎一邊倒地相信風之復合才是真愛至上的浪漫敘事。這種分眾化的情感投射，使得原本簡單的新聞事件被不斷導上多層意義圖層，最終演變為一面映照當代情感價值觀的多棱鏡。但我們需要警惕的是，當我們將公眾人物的私人生活當作情感操練的沙盤時，那些被反覆切割、分析、取度的當事人早已不再是血肉豐滿的個體，而是淪為了我們集體潛意識中的符號載體。謝霆鋒在第7日離開淺水灣時被拍到手機屏幕亮着，上面是某外賣平台的配送界面，訂單內容是2盒人同退熱貼與1箱礦泉水。這種再平常不過的生活瑣碎卻被某些媒體解構為刻意迴避像拍之下廚而叫外賣的複雜心理攻防戰。同樣，王菲在峨眉山求簽後並未直接離開，而是徒步走向了金頂的觀景台，在那片翻涌的雲海前駐足觀看了近20分鐘。期間她摘下墨鏡，任由山風吹亂額前碎髮，
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的劇烈波動。如果我們將這些未被剪輯的原始畫面仔細審視，會發現他們所傳帶的訊息遠沒有標題黨們聲稱的那般波瀾壯闊。他們只是兩個中年人在各自生活軌跡中截取的日常片段，一個在履行父親的責任，一個在進行精神層面的自我梳理。兩者之間並不存在媒體強行搭建的因果連條或競爭關係。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謝霆鋒、張柏芝、王菲三人之間的情感糾葛之所以能持續20年成為公眾談資，恰恰因為他們各自代表了不同情感形態的極致樣本。張柏芝在離婚後獨自撫養兩個兒子，期間經歷過事業低谷、輿論圍攻，甚至被惡意編造的不實傳聞。但他始終以強悍的母職姿態示人。社交媒體上曬出的親子互動視頻，往往洋溢着某種近乎倔強的快樂。這種單親媽媽的堅毅，恰好契合了傳統價值觀裡對女性犧牲精神的推崇。謝霆鋒則在離婚後將事業重新轉向餐飲與影視製作。他如王菲的復合被大眾視為浪子回頭的範本，儘管這種回頭的敘事本身忽略了他與張柏芝婚姻存續期間同樣盡職準債的諸多事實。王菲更是自成一派，她的情感選擇從不向世俗標準妥協，無論是當年為竇唯倒談魚的驚世駭俗，船是如李亞鵬離婚時的這一世夫妻緣盡至此的簡練聲明，都顯示出一種罕見的自我完整性。這三種截然不同的情感模式在公眾話語中被不斷對比、評判、站序，形成了事業型女性、家庭型女性、自由型女性的刻板三角，而任何一方的動態變動都會引發三角穩定性的群體焦慮。因此，當謝霆鋒的探病行為出現時，焦慮的公眾立刻啟動情感穩定性測算的心理程序，擔心這個三角關係的平衡被打破。於是，王菲的求簽行為被迅速納入測算體系，成為驗證或否定某個猜想的輪據。這種集體性的測算衝動背後，隱藏的是大眾對於確定性的執念。我們渴望知道誰和誰最終會在一起，誰會被拋棄，誰才是贏家。仿佛情感關係天然具有競爭性與終局性，仿佛人類浮雜綿密的內心世界可以被簡化為一道是非判斷題。但現實恰恰以反諷的方式嘲弄着這種執念。就在風之復合話題登頂熱搜的同一時刻，張柏芝的官方社交賬號發布了一張節目錄製現場的花絮照，配文是今天的舞伴很有默契。照片中與他搭檔的是一位年輕男性舞者，兩人在鏡面地板上投射出交錯的身影。而謝霆鋒的助理在當晚向相熟的記者透露，謝霆鋒次日將飛往北京參與風味新一季的策劃會議。王菲的經紀人則近以私人行程不回應6個字結束了所有問詢。這些零散的後續信息如同投入沸騰油鍋的冷水，瞬間炸開更多猜疑。但倘若我們願意退後一步，或許能從中拼湊出一幅更為平實的生活圖景。每個人都在按部就班地繼續着自己的日常，那些被媒體渲染的情感風暴不過是他們人生長河中幾度尖尖的漣漪。深度剖析這次輿論事件的核心，我們會發現鏡花水月這4字簽文之所以引發如此劇烈的聯想，恰恰因為它觸碰到了某種集體潛意識中的存在性焦慮。在高速運轉的現代都市生活中，情感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已經成為奢侈品。離婚率攀升，單身人口激增，親密關係的不確定性加劇，使得大眾對於名人情感走向的關注本質上是一種替代性的情感安放。我們渴望看到破鏡重圓的童話，因為那是對抗關係脆弱性的心理慰藉。我們也渴望看到獨立超然的姿態，因為那是對個體自由價值的隱性肯定。這兩種渴望在同一事件中的激烈碰撞，反映出的恰恰是當代人情感價值觀的內在分裂。我們既向往傳統婚姻的恆久承諾，又艷羨個體自由的洗脫不羈；既希望謝霆鋒回歸家庭履行父職，又期待王菲保持孤高的藝術家形象不被世俗牽絆。這種分裂投射在王菲與謝霆鋒的關係上尤為明顯。一方面，大眾為他們在2014年的復合歡呼，稱其為世紀之戀的圓滿續篇；另一方面，又不斷用風之間的育人互動來質疑這段關係的正當性。
這種矛盾的集體心理在王菲的求簽事件中被推向了極致。那些高呼王菲放手成全風姿的網友，恰恰是半年前旋在為風飛戀撰寫催淚長文的同一批人。他們情感立場的快速切換暴露了大眾輿論本身的猶疑本質。更值得深思的是，在整個事件發酵過程中，3個當事人從未就復合分手簽文含義作出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回應。所有的知情人士爆料均來自匿名信源，所有的細節分析都建立在模糊影像的主觀解讀之上。換言之，這場喧囂異常的輿論盛宴幾乎完全建立在沙土之上，缺乏任何一塊穩固的事實基石。然而在流量邏輯主宰的媒體環境裡，事實的堅固性遠不如想象的誘惑力。一篇邏輯嚴密的闢謠文章遠不如一張角度刁鑽的偷拍照片傳播廣泛。一條冷靜克制的理性分析遠不如一段煽情催淚的短視頻轉發量高。於是我們看到了荒誕的一幕：某娛樂週刊為風姿復合製作了長達12頁的專題報道，封面標題用超粗黑體寫着7日溫情能否融化8年冰河，內頁詳細梳理了兩人從戀愛到離婚再到如今的所有時間節點，甚至聘請了面相學家分析張柏芝近期照片中嘴角上揚角度與2006年熱戀期的吻合度。而另一家媒體則鉗鋒相對地推出王菲獨美特輯，將她在峨眉山的背影與1998年暢遊專輯封面的側影拼置，宣揚獨立女性無需依附任何情感標籤的價值主張。兩家媒體在同一素材庫中截取了截然不同的證據鏈條，各自拼湊出符合預設敘事的所謂真相，而夾在中間的讀者則在兩種敘事間反覆橫跳。上午為風姿的破冰瞬間感動，下午又為王菲的釋然放手鼓掌，情感在一天之內完成多次過山車式的起伏。現在我們有必要將目光從那些戲劇化的標題上移開，重新回歸到幾個基本的事實坐標。謝霆鋒在2026年8月的這7日探訪，從時間長度來看確實超越了以往的常規模式，但如果我們翻查過往報道會發現2024年大巍子 Lucas 參加校際游泳比賽時，謝霆鋒也曾連續3天到場助威，只是當時並未引發復合猜測，因為王菲彼時正忙於上海的一場音樂會，媒體無法構建三角戲碼的敘事框架。這次的感知差異很大程度上源於張柏芝本人不在香港的客觀條件，使得獨處的空間被天然營造出來，而這種空間上的孤島狀態恰好滿足了媒體對於私密繪面的想象模板。至於王菲的峨眉山之行，據寺廟周邊商鋪的經營者回憶，王菲過去5年間曾3次獨自造訪該地，每次都攰在求簽處停留，只是前2次均未被遊客拍攝上傳，自然也就沒有鏡花水月的全民解簽狂歡。這些被忽略的連續性信息提醒我們，公眾人物的日常並非由突發性戲劇組成，他們的行為模式往往有着自己的軌跡與韻律，只是當這些軌跡恰好如媒體預置的敘事框架重疊時，便被放大為某種信號。更關鍵的是，無論是謝霆鋒、張柏芝還是王菲，他們如今均已步入人生的中程階段。謝霆鋒46歲，王菲57歲，張柏芝44歲，三人都不再是20年前那些被荷爾蒙偶視的青年。他們對於情感、家庭、自我價值的認知早已沉澱出更為沉穩的底色。謝霆鋒在多次採訪中提及父親的責任是陪伴而非表演。張柏芝在綜藝節目裡坦言，孩子讓我重新理解了愛的定義。王菲則對友人說，到了這個年紀，更在意的是內心的平靜。這些散落在不同時間、不同語境下的自我表達，拼合出的是一幅關於成長的圖景。3個曾經被情感風暴裹挾的年輕人，在經歷了20年的起伏跌宕後，各自找到了與自我和解的方式。謝霆鋒不再需要用浪漫的求婚或公開的牽手來證明愛情的熾熱，他更願意在危只需要時默默送去一盒曲奇。張柏芝不再需要通過媒體的肯定來確認自己作為母親的價值。他在舞台上揮灑汗水時的笑容，比任何公關聲明都更有說服力。王菲更不必用一支簽文來驗證情感的虛實，她清楚知道鏡中花、水中月固然虛幻，但站在鏡前看花、立於水邊望月的那個人，他的感受與選擇才是最真實的。
當我們抽離出具體的人物與事件，將視覺拉高到整個娛樂工業的運作機制上，佢發現謝霆鋒陪護張柏芝期間，王菲被拍獨遊寺廟求簽這種拼字敘事本身就是一套精密運作的意義生產機器。它利用了人類大腦天然的關聯性絲翁傾向，將兩個地理距離相隔千里的獨立事件強行拉入同一因果鏈條，通過時間上的巧合性同時發生與內容上的反差性，欲人 vs 求簽，製造出極具傳播張力的戲劇衝突。這種敘事模板在八卦新聞史上屢試不爽，從某女星獨自逛街落淚疑似情變，到某男星深夜出入異性公寓疑似出軌，本質上都是同一套寓法在不同素材上的重複操演。然而作為受眾，我們並非只能被動接受這種預設的意義框架，我們有能力在信息接收的瞬間完成一次主動的認知過濾。當再次看到鏡花水月被強解鬥風之覆分的標題時，我們可以選擇先問自己幾個問題：謝霆鋒的探訪是否必然指向情感復合而非單純的欲人詐飲？王菲的求簽是否必然與謝霆鋒的行為構成因果關係而非獨立的精神活動？那些被引用的知情人士是否具有可靠的信源背書？社交媒體上傳播最廣的截圖是否經過了預警剝離與時間線刪改？當我們將這些問題逐一審視後，佢發現絕大多數聳動的列論都經不起最基本的邏輯推敲，他們更多是情緒與想象的產物，而非事實與理性的列證。這並非要求每個人都成為冷冰冰的事實核查運，而是在情感扭動的八卦消費中保留一絲清醒的自覺，既能享受故事帶來的娛樂性，又不至於將自己完整的情感認知交由未經證實的碎片信息來塑造。畢竟那些生活在鏡頭之下的公眾人物，他們的快樂與痛苦、選擇與猶豫、堅持與妥協，與我們每一個普通人的生命經驗在本質層面上並無異致。他們也攰在深夜為孩子的病情焦慮，也攰在旅行中尋求片刻的精神安寧，也攰在媒體的狂轟濫炸之下選擇沉默以保護納心的領土。當我們將他們過度神化或妖魔化時，實際上是在剝奪他們作為普通人的基本尊嚴。此刻，距離那兩張引爆輿論的照片拍攝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周，謝霆鋒早已飛抵北京投入新的工作。張柏芝在節目中的一段現代舞視頻再次登上熱搜，王菲則被目擊出現在大理的一家獨立書店裡翻閱建築畫冊。那些曾經在評論歐里激烈交鋒的網友們，也逐漸被新的娛樂熱點轉移了注意力。上一輪的情感辯論餘溫尚存，下一輪的八卦風暴已在醞釀。這就是娛樂工業永恆輪迴的生產節奏，它不斷拋出充滿誘惑的敘事碎片，引誘我們投入情感、時間與注意力，卻給少給予我們完整而穩定的意義回饋。然而這一次，當我們站在鏡花水月的字面意義前，或苦能借機完成一次集體性的認知升級，意識到那些被我們狂熱分析的情感關係，本質上與我們自身的情感實踐遵循着同樣的混沌邏輯。它們充滿了不可預測的變量、無法量化的細節，以及拒絕被二元定義的灰度地帶。承認這種複雜性，意味着我們不再強行為他人的情感路徑繪製清晰地圖，也不再用複合、分手、贏家、輸家這樣貧瘠的詞彙去框定那些流動而鮮活的人生。最後，作為這場輿論浪潮的觀察者與參與者，我們有必要在喧囂散去時做出一次理性的總列，既為這次事件畫上平和的句點，也為未來的吃瓜姿勢提供一種溫和的參照。首先要承認的是，公眾對於名人情感的好奇心是天然而正常的心理傾向，它根植於人類對故事的本能渴求以及對親密關係的永恆探索。這種好奇心本身並無原罪，真正需要審視的是當好奇心膨脹為窺私慾，進而轉化為對他者生活的暴力拆解時，我們是否在無意間成為了情感剝削的共謀？謝霆鋒與張柏芝之間的互動，無論頻率與時長如何變化，本質上都是兩個成年人在離婚後共同履行育兒責任的正常協商。他們不需要通過媒體的苦可嚟界定好父母的標準，更不必以復合或不再復合來向公眾證明雜麼。王菲在峨眉山的靜默與簽文，無論字面如何被解讀，
都是他個人精神世界裏一次私密的對話。那片雲海之上的獨處時光屬於他自己，而非屬於任何一個需要從中提取八卦價值的外部觀察者。我們在消費這些畫面時，或許可以嘗試一種更為克制的觀看方式，欣賞而不佔有，討論而不審判，好奇而不執迷。就像凝視一幅畫作時，我們可以讚嘆色彩的流動與構圖的巧思，但不必強行闖入畫中世界去移動其中的每一件家具。媒體作為信息的中介方，同樣應當承擔起過濾喧囂、呈現多元視覺的責任，而非一味追逐給字化的戲劇衝突。那些在標題裏被反覆強調的獨家震驚爆字背後，往往隱藏着對事實最大程度的稀釋與扭曲。真正優質的娛樂報道不會將人物簡化為好爸爸、獨立女性、負心漢的標籤集合，而是能在有限的公共素材中呈現出人性的立體、節奏與情感的複雜紋理。而對於我們每一個在屏幕前滑動拇指的普通人來說，最大的善意或苦就藏在每一次點擊、每一條評論、每一次轉發之前的片刻質疑裏。那份質疑是我們對自身判斷力的尊重，也是對他者生活邊界的敬畏。鏡中的花再美，終究不是可以採摘的真花；水中的月再圓，也抵不過頭頂那輪真實的清威。同樣，那些被濾鏡、剪輯與解構層層包裹的名人情感，永遠無法替代我們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一餐一飯的陪伴與一朝一夕的相守。當喧囂落幕，8月5號的時明仍在繼續。謝霆鋒可能在某個攝影棚的間隙翻看兒子的新照片，像柏芝或許正對着鏡子卸去舞台的濃妝。王菲大概已經合上那本建築畫冊走出了書店，他們的生活各自向前延伸，交錯卻不重疊，獨立卻又在某個更深的情感維度上被曾經共同的歲月輕輕繫住。而我們在放下手機的此刻，不妨也抬頭看看窗外的天色，想想今晚與家人吃雜鍋菜，問問身邊那個人今天過得好不好。那些具體而微的日常，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傾注心力去經營的真實人生。